社会传达，台湾人不想被中国统一，台湾人不想被一国两制。现在，如果我们不自己做出决定，就是等着未来被决定。现在，如果我们自己不做出选择，就等着未来别人替我们选择。做出选择的权利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，做出选择的权利要自己去争取。今年是郑南榕发起新国家和平改造运动，也就是新国家运动的30周年。今天，我代表家属以及郑南榕基金会，在这里谢谢喜乐岛联盟，选择在4月7日这一天，作为独立公投证明入联的成立大会。谢谢大家。谢谢台湾的女儿郑淑梅，感谢台湾的母亲苍中队，非常感谢。